实在讲，台湾的艺术真好，国情每讲谈遮，解说2句仔，互观众朋友来参考，我嘛真欢喜。看到东北风鹰野遮尔啊透，咱也想到讲，确实每一个月台湾拢有迄个俗语话：正月正，请囝婿入大厅；2月2，台地公下土地。讲啊讲来到9月9，鹰野遮尔透，加在讲。原来9月9，风吹满天好。有影啦，有影有真侪人趁这个节气咧放风吹，因为风头毋才有才调放风吹，啊，都有一好，都无两好。可见讲环境的保护，毋通干那靠你，毋通干那靠我，大家都爱讲究，爱做伙来重视。啊，尤其即阵啊，天气变了愈凉冷，咱平常时啊，伫咧看，若甲讲过中秋过，有影。真侪鱼仔都爱摕出来晒咯，毋则有一句俗语话：讲年惊中秋，月惊19。目一个年，连9月19都过啊！可见讲一年一年当安尼咧过，明年啊过年又要到位咯。永早台湾人敢无讲过年较简单，过日较为难。本地伫咧年初，咱满腹嘅希望，满腹嘅理想。讲今年我定着要拼，啊有影拼无？毋免问别人。天在地在，咱心肝内上界知。月惊19，连9月19都过了。未来还佫即个2-3个月，今年度计划，咱都要一步一步打好落去实行。虽然讲渐渐变了较凉冷，毋过气候的转变，原来互咱感觉较安慰的所在。因为英国老辈佫一句俗语话，即咧讲传统社会观察到的气象，讲霜降，佫2天就要霜降。霜降风台会走去插，讲到即句话，无定观众朋友你嘛想讲啊哪有影？但即马太平洋海面佫有风台咧，啊都淹过，人无照理，即马天就无照假志你。毋过总是风台机会愈来愈少，天气变了较凉冷，咱鱼仔摕出来穿，咱就要想一个较长咧。因为还佫有真侪人为着前途咧拍拼，还佫有真侪人一年当过去考虑的计划。做到即当阵已经秋天咯，做会十全无？心肝内嘛也毋知。霜降秋日晴，气候转凉冷，沧桑的游子情。今日的解文说理，搁正讲一个较无相像的，嘛望讲所有每一个观众朋友，咱拢会当振作，拢会当将佫要拼的代志继续坚持落去。是讲有真侪代志，毋是咱家己会当吹牌呢。大环境改变。有当着啊，用过趁会到的钱，未来趁袂到，这嘛未必然。原因无别项，就是爱靠咱家己，搁再加倍，搁再坚持，甲拍拼。